在第一場會贏車隊大會輸以後，入面林俊憲切合在團隊陪同來到大營領獎獎先獎項記號，並且由主委獻上好彩頭，為初選最後的衝刺助力滿滿的氣力。希望咱大家都會當盡量支持，互伊這邊的初選會當順利啦吼。咱嘛來祝福咱委員啊，會當按大營開始出發，一直大營到最後啦吼。謝感謝。林俊憲帶領團結車隊最近持續在各區掃街遊行，展現地方的向心力。團隊除了主打團結甲總統牌，會中各大城醫師嘛南下陪同車隊掃街，共同回應沿途鄉親的加油熱情。咱的總統是咱過去支持的市長出身的，所以正現會當交咱的總統互動會當溝通。這最重要的，選舉戰的最後關鍵，其實咱要拼的就是團結，只有團結才會當拼。咱以前對營來祈禱，今仔尾站對大營來出發，是關鍵的時陣，咱就一直衝一直拼，咱一定會當得到最後的勝利。距離民進黨內市長初選民調只剩5天，團隊將持續行入地方，爭取市民認同。在最後階段，全面匯集支持的力量，讓台南繼續大贏，行在對的路上。台南新聞軍事採訪報道。